台语听无，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迄食是咱生活中真重要的部分啦。古早人讲啊，若讲到食，就真破遐啦。因为对食的重视啊，台语和食有关系的动词啦，是不止啊多啊，分了啊也介有。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咱特别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探讨一下和食的意思相歪的动作。先说来看内面啊，台语的咩咩角角。咱一般的动作啦，拢会当照使用的场合分做较粗、一般和较正式的三种啦。以食来讲啊，食是一般的用法，像咱会讲啊，你敢食？要做伙来食无？啊，若较正式的场合，像讲啊，若有贵宾来，也是伫正式的场合，咱就会用这个动词。像讲要问贵宾敢食饭啊，咱会问讲啊，请问敢用过中昼啊？用较正式的用来取代一般用语的食。啊，若要表现朋友之间啊，真可惜真亲啦。啊，是咱想要骂人的事啦，咱得用较粗的动词啦，好过。像讲啊，有时咱感觉对方真烦的时，咱得讲啊，提起好过啦，啊，提起好啦。但是这种较粗的词啦，一般顶是敢若伫交情真好啦，啊是啊，是大人咧骂囡仔的时才会用啦，绝对袂出现伫正式场合哦，是袂使黑白用的哦。像讲啊，若董事长来，你甲问讲，你中昼敢好过啊？这可能会对你伫公司的未来有真无好的影响哦。除了较正式、一般和较粗这三种分类之外啦，形容同一个动作的动词啦，有时也有附加一寡额外意思啦。像讲啊，咱讲到食啦。饼甲述这两个动作，虽讲白白是食的意思，总是啊饼有食伤济啦，真香的意思啦。像咱来讲啊，迄粗饼堆的啦，你看伊拢用大碗公咧食饭啦，是你真正饼好呢，才熬食。若述啦，有食真紧的意思。咱来讲啊，某一个人啊，三两嘴啊，一碗饭就述了了啦。是啊，这离开无偌久啊，迄菜就拢好述了了啊啦。观众朋友啊，食饼和述是毋是真深色咧？另外，有时啊，食无共的物件、无共的部位啊，咱嘛会用无共的动作哦。像讲啊，若骨头和骨髓，是鱼仔的头，咱都袂用食的哦，咱会用称这个动作，讲是称骨头啊。称骨髓和称鱼头啊，因为啊骨头和鱼头啊，拢会有夹伫骨啊旁的肉油啊啦，然后爱特别去甲输出来啦。是讲啊吼，甲骨头啦、鱼头甲掰落开，才食会着啦。所以咱得用称这个动作，因为称的动作和一般咧食物件无啥相像啦，所以食甲称用伫比喻的时，也无啥共款哦。像咱若讲啊，伊拢靠爸母咧食青啦，和伊拢伫厝里称两老的啦，两种情形甲意思是有差别咯。若讲啊，靠爸母食青的人，就是华语讲的啃老族啦。爸母会吐大气，摇头啦，总是啊，对爸母的生活袂有大影响啦。若称两老的咧，就是甲爸母的老本啊，拢开了，像咱称骨头安尼啦，连最后一丝丝啊肉油啊都无留落来啦，安尼啊，这个人人品就无介好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敢若一个食都有遮济咩咩角角啊？恁讲台语是毋是真丰富咧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甲时间交等好主播。